我今日企喺度係要為全天下幾百萬個大半世人俾一句廢話搞到抬唔起頭、暗自神傷嘅善良人打一場徹徹底底嘅翻身仗。你而家放低手頭上所有嘢，即刻除低你對鞋同對襪，耷低頭望實你自己對腳。由細到大，你身邊係咪總有啲三姑六婆或者一啲半桶水嘅風水佬指住你對腳，好似睇死你咁話：哎呀，你二子長過公，唔死一世窮啊！你呢世人注定係勞碌命，注定無發達㗎啦！你聽完呢句說話，心入面係咪揼咗一揼大半世人以嚟，每逢遇到挫折、做生意蝕錢打工、被人欺壓或者生活拮據，為咗幾十蚊左道右道嘅時候，你都會偷偷地望住自己隻腳趾，心入面默默流淚，認定自己真係生壞命，覺得自己注定要窮一世，連發達嘅發夢都唔敢發。大師今日要用幾十年嘅正統商學修為，指住個天同你講大錯特錯。講呢句說話嘅人，簡直係害人不淺，扼殺咗無數人嘅希望。喺我哋真正嘅商學天機入面，二子長過公絕對唔係窮鬼命，相反，佢係代表你生命力極強、大器晚成、晚年必發大財嘅極品富貴。上你前半生嘅勞碌，根本唔係因為你窮，而係上天要將最大嘅福報留喺你中。晚年之後一次過派俾你，中咗呢種腳相嘅人，下半世注定係印印腳數，銀紙晚年富到流油，大半生受盡委屈嘅朋友，而家即刻喺留言區挺起胸膛，打破窮命印印腳發大財呢10個大字，向宇宙洗清你嘅冤屈，啟動你嘅暴富磁場。我哋馬上為你拆解呢個困擾咗無數人嘅百年大話。首先，我同大家講句行內先至知嘅說話：雙面不雙腳，等於睇唔切。面上嘅運勢都係浮面嘅，係10年一轉嘅浮運，但腳相先係一個人命中嘅根基，係你前世積落嘅福德，呢一世嘅命數底板，管住你成世人嘅根本定數。點解三姑六婆同半桶水師傅張口就講二子長過公，唔死一世窮？因為佢哋根本冇讀過正統商書，只係執住民間一句口水謠，傳一代錯一代，傳到最後就變咗一句壓死善良人嘅誅心說話。呢句大話嘅起源其實係來自好耐之前耕田嘅年代，舊時大家靠耕田食飯，二子長嘅人腳力好，抱福大，天生落田做苦力就比人做得多。村民見佢哋日日喺田頭捱，就隨口講句二子長過公，一世做苦工。點知傳嚟傳去，越傳越難聽，最後就變咗唔死一世窮。但佢哋唔知舊時靠捱苦撐起成頭家嘅人，往往都係家族入面最有擔當、最守得住家業嘅人。放到而家呢個商業社會，呢份肯捱肯擔當、唔服輸嘅性格，根本就係做大事賺大錢嘅頂級特質。又點會係窮命正統嘅商書入面，明明就有寫二子長過公，兩餐無憂，甚至有二子過場必坐高堂嘅講法？意思係呢種人遲早要做話事人，要麼掌權，要麼發財，一世都唔會食底層苦。腳趾公旁邊嗰隻第二隻腳趾喺商學同埋五行對應入面叫做木星子，亦都有人叫佢做龍骨鳳子。木星代表咩啊？木星代表住權力、野心、向上生長嘅力量同埋極強嘅責任感。五行入面木主人，所以木星子長嘅人天生就帶住一副人厚心腸，重情重義，有擔帶有膊頭，遇事唔會縮沙，更加唔會推卸責任。當你嘅第二隻腳趾生得長過腳趾公，即係代表你嘅木星力量突破咗限制，木氣衝破拇指嘅土氣束縛，天生就帶住一股唔服輸、唔認命嘅倔強。呢種格局命理上叫神強於君，唔係犯上作亂，而係天降大任。你呢一世唔係嚟嘆世界嘅，係嚟撐頭家帶啟身邊人嘅。你天生就係做大將、做話事人嘅材料。一個團隊入面最能扛事、最得人信嘅，永遠係你；一個家族入面最顧全大局、最肯付出嘅，永遠係你。只係木氣太旺嘅人，前半生注定要經打磨，就好似參天大樹要長成，一定要經過風吹雨打先可以扎根更深。你前半生嘅勞碌就好似大樹扎根嘅過程，你捱嘅每一份苦擔嘅每一份責任，都係嗰度幫你個人生打地基。地基打得越深，日後起嘅高樓就越高越穩。但係點解你會覺得自己前半生咁勞碌？因為你性格太過硬頸，太過有擔當，太過心軟。屋企有咩困難，有咩蘇州市，你永遠係第一個衝出嚟擔大旗。嗰
個細個屋企窮，明明你成績最好，你主動話唔讀啦，出嚟打工供細佬細妹讀書，你話自己唔中意讀書。其實邊個唔知你係唔想父母捱得咁辛苦？父母老咗身體差，次次住院都係你請假陪床、端屎端尿出錢出力。其他兄弟姊妹話忙走不開，你半句怨言都冇話。父母生我養我，做呢啲係本分。結咗婚之後，伴侶做生意失敗欠債，你唔鬧唔怨，仲安慰佢，錢冇咗可以再賺，人冇事就好。你打2份工，日頭做正職，夜晚做兼職。慳衣縮食1分錢掰2半，使用幾年時間幫佢還清所有債務。仔女從小到大讀書升學買樓結婚，邊一樣唔係你操碎心？首期唔夠你掏養老錢，工作唔順你託人脈，仔女喺外邊捱苦，你比自己捱苦仲要難受。對朋友你一樣重情義，人哋同你講句難處，就算你手頭緊都想辦法周轉人哋，借咗錢唔還你都唔好意思追，仲幫人哋講好話。話佢應該係真係有難處，你就好似一頭老黃牛，默默將成個家族、成個朋友圈嘅重擔全部孭晒上自己膊頭。你唔忍心睇住身邊人受苦，寧願自己辛苦10倍都要死頂住成頭家。出面啲人見你日做夜做，做到隻狗，咁就笑你勞碌命，笑你二子長過宮唔死一世窮。佢哋根本唔明白，你係用自己嘅血汗為成個家族打緊地基，你係用自己嘅福氣為身邊人擋災擋難。你試下合埋眼諗下過去嗰幾十年你受過幾多委屈，你幫過無數人，但當你自己跌低嘅時候，有幾多個人肯伸出援手？好多時你只可以自己匿埋喺廁所或者陽台，偷偷喊完抹乾眼淚，第二日起身又要繼續撐起個家。你以為上天盲咗睇唔到你嘅付出？大師話俾你知，上天睇得一清二楚。你做過嘅每一件善事，擔過嘅每一份責任，捱過嘅每一份苦，上天都一筆一筆記喺功德簿上。你前半生交足咗學費，積累咗無數嘅人脈經驗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呢啲全部都係你無形嘅巨大財富，只係時候未到，仲未變現而已。踏入下半年，天地磁場大洗牌，歲星移位，木星氣場進入全年最旺盛嘅階段。你命中嘅木星氣場將會徹底大爆發。前半生種落嘅善因終於迎來收成嘅果，你會迎來一次報復性嘅財富增長。呢種增長唔係幾百幾千嘅小打小鬧，係跳級咁往上竄，係將你前半生欠落嘅福氣一次性補償翻俾你。呢種財富已經唔需要你再好似後生嗰陣咁用勞力去死做爛，你靠嘅係眼光，靠嘅係資產升值，靠嘅係你以前種低嘅善緣，係躺喺度都有錢入袋嘅收入。具體嚟講，下半年你會有4方面嘅喜事接踵而來。第一係事業貴人運，你以前幫過嘅舊朋友、舊同事，甚至係你好耐之前提攜過嘅後輩，下半年會突然發跡。仲記得你當年嘅恩情，專門翻嚟揾你合作，帶你一起賺錢。又或者你上司終於睇到你嘅能力同擔當，將核心項目交俾你負責。升職加薪係小事，關鍵係實權在握，唔再係受氣嘅打工仔。尤其係農曆7月、8月同11月，木星當令，貴人運最旺，遇到賞識你嘅人一定要把握好。第二係生意順境運，以前一直傾唔成嘅大客，一直卡着嘅項目，下半年會突然鬆口大單，主動送上門。之前不溫不火嘅生意，會因為一個契機突然爆火，客源不斷，利潤翻倍。你會發現以前做咩都棘手，下半年做咩都順風順水，好似有財神喺背後推住你走。第三係資產升值運，你前幾年買落嘅樓鋪位或者定投嘅基金穩健投資，下半年會迎來一波大升幅，賬面財富直接漲一大截。如果有收租物業周邊發展起嚟，租金都會水漲船高，唔使做都有嘅收入越嚟越多，真正做到瞓覺都有錢入袋。第四係子女孝順運，你嘅仔女以前可能普普通通，下半年會突然開竅，事業遇貴人，步步高升，甚至自己創業做出名堂。佢哋知道你前半生捱得苦，每個月會俾好大份家用，爭住買支補品名牌衫俾你，仲會安排你去全國各地旅行。以前你養佢哋大，以後佢哋養你老，而且係俾你體體面面、舒舒服服咁養老。我同你講，二子長過宮嘅人，喜運一般係45歲之後，55歲進入真正嘅巔峰。
你越老財運越旺，身體仲要比同齡人硬朗，因為木星氣足，生命力強。呢下半世嘅真實寫照就係真正嘅印印腳數銀紙。你唔需要再為錢操心，唔需要再睇人面色。做人以前睇死你笑過你嘅親戚朋友，全部都要仰望你跌破眼鏡。你嘅晚年充滿住尊嚴同埋絕對嘅財務自由，係真正嘅苦盡甘來。先苦後甜，除咗為兒子長過宮嘅朋友平反，大師今日仲要解密另外幾種極度富貴但成日俾人忽略嘅腳相。大家繼續望住自己對腳，唔好急住着翻襪。有啲朋友隻腳趾公生得特別大，特別厚實，甚至有啲肉酸腳板底又厚又紮實。你平時做人最老實，唔識轉彎抹角，成日俾人搵笨，買嘢俾人呃，甚至借錢俾朋友收唔返，心入面成日覺得自己戇居居，覺得自己點解冇人哋咁精明。大師話：你知你絕對唔係戇居，你呢個叫做大智若愚，係真正嘅超級大財富。腳趾公喺五行入面代表根土，代表你嘅根基同財帛宮腳趾公越大越厚，代表你命中嘅土氣越重。土代表咩？代表磚頭，代表物業，代表無堅不摧嘅保險箱。土係最穩嘅，唔會好似水咁流走，唔會好似火咁燒冇。所以土氣重嘅人守財能力係所有腳相入面最強嘅老說話。講腳板厚三分，富貴過人，又話腳大江山穩，講嘅就係呢種格局。你前半生可能賺唔到快錢，發唔到橫財，睇住身邊人炒股做網紅賺得盆滿缽滿，你可能會羨慕，會覺得自己冇用。但你唔知快錢來得快去得也快，好多人前半生風光，晚年卻負債累累，就係因為財富唔穩，留唔住錢。而你唔同，你為人踏實，一步一個腳印賺嘅每一分錢都係血汗，錢都好好存起嚟，唔亂使。你守得住秘密，守得住底線，更加守得住財富。你嘅財富係一點一滴累積起嚟嘅，好似堆土山一樣，一日堆少少睇唔起眼，幾十年後就係一座金山。下半年開始，你命中嘅土庫會徹底大開。你晚年嘅財富結構係極度實淨嘅，身家全部係實打實嘅物業同積蓄。你可能無端端繼承一筆豐厚嘅遺產，或者舊屋被天價徵收拆遷，又或者你一直收租嘅物業租金大升。我見過好多村入面嘅老人家，平時睇住普普通通着衫樸素，成日俾人笑孤寒。結果舊屋拆遷，一下子分幾套房，同幾百萬直接成村首富，十有八九都係呢種腳相。你絕對唔會老無所依，你注定會成為家族入面最有錢、最受人敬仰嘅大地主。你嘅仔女、新抱、女婿全部都要睇你頭，對你恭恭敬敬，因為你手揸住成個家族嘅財政命脈，係成個家族嘅定海神針。你嘅晚年係安穩如泰山嘅大富大貴。我哋再嚟睇第三種特徵。如果你啲腳趾生得好整齊，長短適中，無乜尖角，圓碌碌，好似一粒粒蒜頭咁，呢種腳相喺商學上叫做和氣大生財，亦都叫四平八穩腳。擁有呢種腳相嘅人，性格極度隨和，唔重易同人起衝突。前半生喺公司或者家族入面，成日俾人推出去做和事佬，兩邊受氣，你成日覺得自己冇性格、冇本事，做唔成大事。但係你唔知風水最講究和氣生財呢四個字，唔係隨口講嘅，係幾千年傳落嚟嘅真理。人緣即財緣，一個人口碑好，信得過，走到邊度都有人幫，賺錢機會就比普通人多10倍。你前半生積累嘅好人緣、好口碑，就好似種落嘅種子，中晚年就會全部發芽結果。因為你待人真誠，唔算人唔害人，大家都信得過你，有好嘅賺錢機會，第一時間就諗起你，願意帶你一齊玩。你唔使自己拼死拼活去闖，貴人會主動將機會送到你手上。我有個舊客戶就係呢種腳相，以前喺公司做行政，成日幫個部門守尾，人人都讚佢好人。後來有個老同事出嚟開公司，第一個就挖佢做合夥人，話其他人都信唔過。佢人品穩，做事踏實，合作先放心。結果公司越做越大，佢唔使出去跑，業務靠住以前嘅人脈口碑，大把客戶主動上門，輕輕鬆鬆就賺咗第一桶金。呢種就係和氣生財嘅最高境界。下半年你嘅貴人運會達到頂峰。尤其農曆5月同10月最容易遇到長輩貴人同朋友貴人，你可能只係搭單投資或者跟住朋友做少少生意，就可以輕輕鬆鬆賺到盆滿缽滿。
你嘅晚年完全係不勞而獲嘅清福命，日日飲茶行街，無憂無慮。仲有一種極度罕見、千金難買嘅隱藏版富貴腳相，大家一定要反起腳底板仔細檢查下。如果你發現腳底板或者腳趾嘅隱蔽處生咗一粒黑敗，即係黑痣，大師真係要五體投地咁恭喜你。呢個喺風水秘術入面叫做腳踏七星非富即貴，亦都叫老來藏金古說話，腳踏一星能長千兵。就算冇7粒，只要有一粒都已經係萬中無一嘅貴格。商學入面字藏喺睇唔見嘅地方，比生喺面上好得多。面上嘅字係浮財浮貴，腳底嘅字係暗財暗貴，係實實在在留得住嘅財富。粒字生喺唔同位置帶嚟嘅福氣同財運都唔一樣。生喺腳底板正中間，剛好喺湧泉穴附近嘅叫湧泉藏珠，正財橫財一起旺，命中自帶財富，做咩都容易賺到錢。生喺腳趾縫入面嘅叫暗財入庫，經常有意外之財。抽獎分紅無心插柳嘅投資，不知不覺就有錢入袋。生喺腳跟位置嘅叫根基帶財，祖業豐厚，晚年子女特別孝順，一世有依靠。相傳明太祖朱元璋腳底就有7粒字，對應腳踏7星。後來做咗開國皇帝，我哋普通人當然冇咁大嘅貴格，但只要腳底有一粒字，就已經係普通人入面嘅上上之上。有呢種腳相嘅朋友，平時睇落最普通，着衫樸素，唔中意出風頭，身邊冇人知你底細，但係你命中注定會有一筆天文數字嘅大橫財擲中。你可能係意外嘅大額紅利，可能係早年投資嘅項目突然爆升，甚至係你諗都冇諗過嘅遺產繼承。你係真正嘅隱形大富豪，悶聲發大財嘅典型。你唔會到處同人講自己有幾多錢，只會默默過好自己嘅日子。你晚年嘅財富級別會去到一個連你自己都驚訝嘅高度，富到流油，幾代人都使唔晒。聽完大師講呢幾種富貴腳相，我相信好多朋友心入面已經非常激動，覺得自己終於沉冤得雪，見到未來嘅曙光。但係玄學從來都唔係淨係講命定，仲要講求後天嘅化解，同催旺命係天俾嘅，但運係可以靠自己改嘅。如果你覺得自己前半生真係行得太辛苦，財運成日受咗，行路好似打倒褪咁，總係爭少少運氣，又或者你覺得自己大門口或者屋企磁場唔乾淨，沾染咗太多衰氣，今日大師就大發慈悲，免費公開一招蘇派秘傳嘅零成本改運大招，叫做湧泉化煞引財術。呢一招可以幫你徹底洗走前半生嘅窮根，打通你下半世嘅財富經脈。點解要從腳入手改運？因為腳係人嘅第二個心臟，亦都係我哋每日接觸地氣最深嘅地方。你每日出街踩過無數嘅地方，街市嘅污水、醫院嘅晦氣、人多雜亂地方嘅雜氣，腳底不知不覺間吸納咗極多嘅地底陰氣、小人嘅晦氣同埋各種漏財煞氣。呢啲衰氣積聚喺腳底，塞住咗你腳中心嘅湧泉穴。湧泉穴係人體足少陰腎經嘅第一大穴，亦都係你財運嘅入口。呢個穴位塞住咗財氣，入唔來，衰氣排唔出去，你嘅財運點會通暢？自然就賺幾多，使幾多，留唔住錢，仲成日遇到小人諸事不順。而粗鹽自帶大海嘅極陽之氣，自古就係辟邪化煞，吸附負能量嘅聖物，配合生薑、艾草嘅陽氣，剛好可以打通湧泉穴，排走衰氣，引入財氣。聽晚臨瞓前最好係亥時，即係夜晚9點到11點，呢個時辰屬水，對應腎經效果最佳。你準備一個高身嘅膠盤或者木盤，木盤最好，因為木屬陽，助長陽氣，裝大半盤40度左右嘅溫水，唔好太燙。然後去廚房攞3勺粗鹽，記住一定要係粗鹽，幼鹽冇效。3勺對應天地人三財化煞最圓滿。再切幾片大皮嘅生薑，或者擺幾棵乾艾草落去。生薑大皮陽氣最足，乾艾草淨化力量最強，新鮮艾草都得。將你對腳浸入呢盤特製嘅化煞水入面，浸大概15到20分鐘。喺浸腳嘅過程入面，呢個步驟極度關鍵。千祈唔好一邊浸一邊睇手機傾偈，心不誠則不靈。你要合埋雙眼，全神貫注，分2步觀賞。第一步排衰氣，你想象由腳底正中間嘅湧泉穴開始，體內黑沉沉嘅病氣、窮氣、霉運、小人、晦氣，所有阻礙你發達嘅負能量，好似污糟水一樣源源不絕，從腳底排出嚟，融入盆水入面。粗鹽同艾草會將呢啲毒氣徹底溶解淨化。
呢步大概觀賞5分鐘，你會慢慢覺得全身都輕鬆晒。第二步引財氣，排完衰氣之後，繼續觀賞金黃色暖融融嘅財氣從地底冒出嚟，通過湧泉穴進入身體，沿着小腿、大腿、腰腹一直往上走，最後聚喺你肚腩嘅財富位置。你觀賞自己嘅財富被金氣填滿，閃閃發光，以後再也唔會漏財。呢步再觀賞5分鐘。剩低嘅時間你就靜靜享受，心入面默念霉運散去，財運到來，增強意念嘅力量。浸完之後你抹乾對腳，然後第一時間將呢盆吸滿衰氣嘅水倒落廁所馬桶度，狠狠地撳掣沖走佢。記住一定要倒馬桶沖落下水道，千祈唔好倒洗菜盤、陽台、花槽，更加唔好留起身沖廁所，否則衰氣留喺屋企等於白做。沖完之後你可以用大拇指按住湧泉穴，順時針按摩36圈，36係天光之數，可以進一步打通財脈，讓財氣流通更順暢。呢個儀式等於幫你嘅財運經脈進行咗一次徹徹底底嘅大清洗，將你前半生嘅窮筋連筋拔起。第二朝早起身，當你雙腳再次踩落地下嗰一刻，你會感覺到整個人輕飄飄，充滿力量。你已經脫胎換骨，步步生金，堅持做7749日，你會明顯感覺到小人少咗，做事順咗，橫財多咗。下半年保證你行出嘅每一步都係大運，走到邊度都有財神保佑，小人退散，橫財就手。講到呢度，大師仲要補充一句：真正嘅商學講究雙不獨論，唔會單睇一個部位就落定論，腳傷要配合面型、身形、手傷一起睇先夠準確。比如你二指掌過弓，同時腳板又厚又闊，就係富貴雙全嘅格局。如果二指掌但腳板偏薄，只係前半生勞碌啲，只要肯捱晚年一樣有福氣。所以千祈唔好因為某一個部位唔符合就灰心傷，由心生命由己做。就算先天格局一般，只要你後天多行善積德，努力打拼一樣可以改運。反過嚟，先天格局再好，日日做壞事不思進取，幾大嘅福氣都會耗光腳傷。只係先天嘅底牌，最後打成點仲係靠你自己行出嚟。各位朋友，大半世人嘅委屈，今日大師終於幫你洗雪清白。你哋嘅二指掌過弓絕對唔係窮命，而係頂天立地、有情有義，注定帶契全家嘅大富貴命。你面上嘅皺紋，你手上嘅老繭，你腳上嘅死皮，全部都係你光榮嘅印記。上天從來無虧待過善良而堅韌嘅人，所有嘅考驗都只係為咗迎接最輝煌嘅結果。請你挺起胸膛，着上最靚最舒服嘅鞋，踏踏實實、充滿自信咁去迎接你下半世嘅大富大貴。你值得擁有呢世間最好嘅一切。我今日講到聲沙，就係為咗點醒千千萬萬個被大話所傷嘅善良人。我喺度強烈要求你，甚至係懇求你，睇完呢條片之後，千萬唔好自己一個人暗爽。就算你一定要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分享按鈕，將呢條為你平反、可以改變人一生心態嘅影片轉發去你嘅 WhatsApp 家族群組。你更加要親手發俾嗰啲曾經笑過你、睇死你話你勞碌命嘅三姑六婆同親戚睇。你要話俾佢哋知，大師今日為我平反啦，我唔係窮鬼命，我係富貴命。你轉發呢條片，唔單止係為自己爭翻啖氣、吐氣揚眉，更重要嘅係呢個世界有太多同你一樣，因為呢句廢話而自卑咗大半世嘅老人家同打工仔。你將呢條片分享出去，就係幫佢哋解開心結，消除佢哋嘅自卑感，令佢哋重拾對生活嘅希望。風水上講，法布施得智慧，財布施得財富。你幫人解開思想枷鎖，傳播正信嘅玄學知識，呢種就係法布施，係所有布施入面功德最大嘅。你積落嚟嘅福德大到唔計其數，上天一定會睇得清清楚楚，將10倍、100倍嘅橫財同健康回報俾你同你嘅家人。呢種法布施係改運最快嘅捷徑。如果你覺得我今日對腳上嘅拆解真係顛覆咗你嘅認知，令你重拾自信，而我教你嘅湧泉化煞引財術真係非常實用，俾到你強大嘅改運力量，請你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訂閱按鈕，同埋一定要打開旁邊嘅小鈴鐺，加入我哋呢個充滿智慧、正能量同大愛嘅大家庭。以後我會繼續拆解更多被民間大話誤解嘅命理知識。斷掌、穿字掌、鼻頭有肉、眉心豎紋，呢啲大家成日聽到嘅說話，我都會逐一拆解，仲會分享更多零成本改運妙招咁樣。
以後每逢有更多打破迷信、真正幫你趨吉避凶嘅玄學大招，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通知，保證你喺未來嘅人生路上避開所有陷阱，步步高升，財運亨通。最後，我想請所有睇緊呢條影片嘅觀眾，無論你係咩腳相，請你哋喺評論區用最自豪、最霸氣、最渴望晚年幸福嘅心，打出打破窮命人人腳發大財呢10個大字，每一個留言都係你向宇宙發出嘅一份最強烈嘅自信宣言，亦都係你淨使啟動晚年暴富磁場嘅神聖儀式。你有其他心願，比如家人健康、仔女學業進步、生意興隆，都可以一併寫低。我會親自喺後台仔細睇大家嘅每一條留言，為每一位認真祈願嘅朋友點讚加持，將最強大、最純正嘅招財旺氣同健康祝福送俾你哋每一位。祝願大家下半生行路有風，無病無災，財源廣進，一家人齊齊整整，印印腳享盡世間清福。多謝大家嘅耐心收睇同支持。